日比赛，公演比赛。二中学中奖，中学我听见奖目卡。三唱歌。四出布，鉛筆寫唔出，是得用出布出。五畫一張圖，畫出來。六教室，變數教室要認真。七校長，佢對主任一路做到校長。八歌，唔唱介係乜介歌？呢條歌當好聽。九故事，呢條歌當感人。十功課，逐日都有功課要寫。11刻畫，這刻畫講來10分好。12學校，私立學校。13學生，按道解學生。14鉛筆，日記鉛筆。15球，是唔得在教室度踢球。16開學，下禮拜日要開學咧。17了，這禮拜六去親唔了好冇？規家人要去哪了？好了一下咧，目睭看快拍。18溜滑梯，出車，到溜滑梯要排列。